画面左边的刘姓女乘客，因为司机过站未停，便跟司机起口角。原先不想理会，但大妈先动手之后，两人互殴，导致车辆失控，逆向撞上对面来车，最后冲断护栏，坠入长江，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。 什么情形？这大妈在公车门前不断对公车女司机咆哮，用手拉扯之外，还捶打辱骂。原来这大妈发觉搭错车，居然要求司机立刻停车。一看司机不理会，立刻拳打脚踢。 就连在高速公路上不顾其他乘客安危，因为坐过站就要求停车，还一度抢夺方向盘，所幸见义勇为的乘客挺身将闹事男子一脚踹飞。 最后，公车终于到了下一站，停车开门。这大妈心不甘情不愿，下车还不忘转头再推一下司机。男子坐在司机正后方，突然冲上前硬拉方向盘，旁边有乘客想伸手阻止，却为时已晚。事发在中国湖南，闯祸男子被五花大绑，巴士卡在路边，车头几乎全毁，所幸没有造成重大伤亡。男子撞车后还掏出榔头攻击乘务员，所幸被赶到的警方联手制服。一位本来在打盹儿的老人家，忽然发现自己过站没下车，于是他冲到公车门口，要司机先生开门让他下车。司机当然不能随便停车，于是老人家撸了起来，先是在门口拼命跺脚，然后摇柱子拉门杆，显然不打算善罢甘休。这个时候他突然一下子过来抢我的方向盘。 要抢我的车钥匙！老人家一不做二不休，你不让我下车，我就让你开不了车。不但抢方向盘、拔车钥匙，最后还干脆把司机从座位上赶起来，然后牢牢霸住驾驶座。